阁下既夺令牌，又抓圣姑，看来对神教是了如指掌。有很多事，我比你知道的更详细。你想要什么？教主之位？哼，你将我瞧得未免小了。说出你的条件吧。不想人影影死，就替我找到辟邪剑谱吧。大师兄，喝点粥吧。小心，慢点儿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嘘。谁？黑咕隆咚的，怎么不点灯啊？我还以为是敌人来了。胆小鬼！哎，大师兄怎么样了？吐了好多血。小师妹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带了紫霞秘籍给你。爹曾说过，你的内伤只有修习本派至高心法才能化解。紫霞秘籍。六豪，你读给大师兄听，自己可不许练，否则给爹知道了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哪有那个胆子啊！师父不惜破例以秘籍相授，大师兄有救了。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，秘籍是我从爹那儿偷来的。这被师父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大不了挨顿揍呗，难不成还杀了我呀？不行，师父不让我练紫霞秘籍，我宁死不甘为师命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怄气？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？大师兄，这不是偷学武功，是救命啊！不行，我不。我得回去了，以免被别人发现。六豪，你无论如何都要让大师兄修习秘籍。好。大师兄，任盈盈是任我行的独生女儿。当年黑木雅被攻破，我命令绿竹翁带盈盈隐居，原本就是不希望她再卷入这江湖纷争之中。神秘人知道许多秘辛，应该就是神教中人。小妹，敌人潜伏在暗处，你不会武功，身边要多带几个护卫。我会小心的。杨总管，世道混乱，你为什么不学点武艺防身呢？大哥说，学了武功就会想着报仇，陷入冤冤相报的泥潭之中。我们二人是同乡，当年黑木镇毁于正邪战火，亲人朋友尽皆丧生了。是啊，大哥原本希望我做个普通人，远离江湖，可你终究是放不下他。姐姐切勿多心，小妹身份低微，无才无德，绝不敢存非分之想。我只愿永远在大哥身旁伺候，我就知足了。
你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呢？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！我若是喜欢，我可不会畏首畏尾，那不是便宜了别人了吗？姐姐敢爱敢恨，性格直率，小妹是比不了你的。况且我自幼视大哥如兄长，并无他意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要喝水吗？小师妹呢？小师妹昨晚就已经下山了。哎，你别伤心，我有好东西要给你。你仔细听好了。天下武功，以炼气为正，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授，唯常人不能善养之。你读什么呢？紫霞秘籍第1章啊。紫霞秘籍是我百步传之秘，你怎么能随便读？快收起来！大师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性命要紧，你怎么可以拘泥这些小节呢？你继续听。五夫之患，在性暴、性骄、性酷。暴则神扰而气乱，骄则真离而气浮。你别读了。今日小弟不能再听你的话了，违背师令的罪责，我一人承担。酷则人丧而气失，贼则心狠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把我枕头垫高点，快！啊大师兄，对不住了，刘师弟。师兄，我要离这秘籍远远的，免得让别人看见，说我偷练神功，为诚而死。田伯光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得苦苦相逼。无冤无仇？你伤我令狐兄弟，害得我小师傅伤心，就是死罪。你给我拿命来！你！哪个王八蛋呀，想压死你田大爷我！
田兄，令狐兄弟，竟然是你啊！你也受伤了？你别提了，我本来想杀了于沧海，替你报仇，没想到中了他的暗算。田兄这份恩情，令狐只能下辈子报了。令狐兄弟，我被于沧海伤了内腑，怕是要和你一块儿上路了。你我二人相伴，死的不寂寞了。爹，山坡下面好像有人。虫儿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师傅，这位大师是？岳先生，在下田伯光。你这个淫贼，居然有此胆量跑到华山来！虫儿，速速把他杀了！爹，大师兄身受重伤，怎么与人争斗？让我来吧。姓田的就没受伤吗？江湖上人多嘴杂，你杀了他，无端的就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师傅，田兄已经出家为僧，痛改前非，不如他的刀下伤害过多少无辜的人命？此等狗贼不杀，我辈习武所为何来？珊儿，把剑给你的大师兄。虫儿，田某能死在令狐兄手里，也算是值了。珊儿，你对此淫贼倒是有情有义的。田兄曾多次制止我，却不杀我。弟子虫儿，你对这种狼心狗肺之徒讲情义，为师就怕你这一生的苦头有的吃了。秘籍呢？在六师弟那儿。为奉师父之命，弟子绝不敢偷练秘籍上的武功。为师不是不想传你，只是因为本门现在遭到了大难，时刻紧迫，无暇能够从容指点。倘若你自行修炼，又怕你会走火入魔。知道珊儿偷了秘籍，为师这才特地赶回来。弟子明白。是女儿行事鲁莽了。算了。哎呀，六侯，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？小师妹别慌，我点了她的穴道。六侯，快醒醒！六侯。虫儿，
你点的什么穴？他死了。弟子当时身子无力，封了他的膻中穴，怎么会？大有的膻中穴的确被封死，但是此穴不会导致大有的身亡，他体内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。都怪我不好，若不是我封了六师弟的穴道，他绝对不会被人害死的。大师兄，便是要死，也要先找到紫霞秘籍啊！当时我封他穴道的时候，秘籍就在他手里，怎么？秘籍一定是让人偷了。弟子跟师父保证，一定找回秘籍，一夜不差的归还师父。你们可知道，如若秘籍落在别人手里，被别人背书，那本门最高深的武功再也不是独门秘籍。重儿，告诉为师，如果真是你拿去了，只要你交出来，为师不会责备你。师父若不相信，一掌打死我便是。我可怜的大有啊，我知道，不是你大师兄打死你的，但是你的死，你大师兄也脱不了干系。杀死大有的人，便是偷走秘籍之人。到底是谁？是谁害死了大有，而偷走了紫霞秘籍？都是我不好，自作聪明，却害死了六师兄。重儿，你当真没有看过紫霞秘籍吗？这暴则神扰而气乱，你身负重伤，气息紊乱。修炼此功，本来对你有益无害，只不过这是练武之正宗，乃先练气为正。你可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天下武功，以气为正。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浩然正圣气，
原为天授，为常人不善为养之。常人不善养之，凡以性伐气，性发气。善儿，你看，师傅来了。是。师傅。冲儿，善儿，大师兄，冲儿，怎么样？你好些了吗？还好。大友怎么没来？大友去哪儿了？师兄，大友呢？大有被害。他们不少好手，在座的诸位，功不可没。少使身先士卒，孤身阻挡强敌，掩护我等撤退，属下们感激不尽。哎，大家都是自己兄弟，就不要说这些境外话了。禀少使，最近华山派倾巢而出，目的不明。这江湖上已经有传言说令狐冲知道辟邪剑谱的下落，而林平之又拜入了华山，这岳老儿恐怕是去找剑谱了。绝不能让辟邪剑谱落入五岳剑派手中。华山派岳不群携众弟子拜见关帝，叨扰之处，请多包涵。喝口水。师傅，师姐。
到秘籍以后，怎么能师弟？就是为了和林师弟是一体。我只希望他一生快乐。别动。睡吧。什么？华山派的岳先生在庙里吗？哪一位朋友来访啊？敢问阁下何人啊？你不必问我们是何人。听说华山派得了福威镖局的辟邪剑谱，咱们兄弟想借来瞧瞧。华山派自有武功，要别人家剑谱有什么用啊？岳先生剑术通神，对于辟邪剑谱自然是不屑一顾。但咱们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，还请岳先生赐借一关。别说我们没有，就算我们有，你们如此放肆，还把我们华山派放在眼里吗？各位，想必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士，何必自谦为无名小卒？请你们听好了，岳某从来不打诳语，辟邪剑谱不在华山派手中。姓岳的，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如若不交出来，可莫要怪我们兄弟动粗了。谁敢？我还真敢！徒儿！
师傅，我们合15人之力对付你1人，还要受伤好几人才能将你制服。哼，不愧是岳先生，在下佩服。岳先生，你千方百计地将林平之收入门下，还不是为了辟邪剑谱？武林同道，人人愤怒，在下好言相劝，还是现出来吧。啊！我岳某人的为人，江湖上尽人皆知。你们杀我可以，想辱我名声，做梦！想辱你名声还不简单？哎呀，你女儿夫人姿色不错呀，让我们兄弟轮流享用一番。你岳先生在武林之中可就大大出名了。杨绛根本就没有什么辟邪剑谱，你们苦苦相逼也是无用。岳不群可是指使徒弟害死你爹娘啊！他徒有君子之名，却无君子之实。不如你归顺到我的门派之下，包你学会一身纵横江湖的武功。啊！害死我爹娘的是于沧海，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堂堂华山派弟子，岂可贪生怕死？说得好，华山派岂有贪生怕死之辈？说得好。你华山派又怎么样啊？哟，这不是岳兄吗？师兄，呵，原来是嵩山派的陆三下，久仰久仰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哎，在下不过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，剑名不足以挂齿。几位来得正巧，请为武林主持公道。好，何事啊？这位君子剑，觊觎辟邪剑谱，骗得林振南的儿子死心塌地地归顺华山派门下，被这个老狐狸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乖乖地将剑谱奉上。岳掌门的武功独步武林，如何会去贪图别派的武功？岳不群哪有什么精妙的武功啊？我们这些江湖上的无名小卒，就将他们华山派众师徒全部给收拾了。华山派气松的武功如何，诸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吧。当然，他岳不群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他一心想夺剑谱，怕的就是一到紧要关头，便出丑露乖了。此话倒也有些道理。
过去10几年，蒙林总镖头看得起，每年赠送厚礼，咱们也就不接他的镖队。但是这一次，听说他闹得家破人亡，大伙可是动了公愤，所以才来找岳不群算账。既然嵩山派的几位高人驾到，那此事如何处置，全凭诸位吩咐。哦，华山派掌门之位，以左盟主之见，该由风先生您执掌。既然岳不群做出这等无耻之事，便由风先生您处置吧。众位给在下这个面子，当真感激不尽。从师弟，将狗贼岳不群夫妇一并杀了，为本派清理门户。剑宗居然为了夺得掌门之位，设下如此毒计。好，来吧！休想伤我恩师！老子是剑宗第一高手，还怕你不成？你须得剑上无招，敌人才没法可破。无招胜有招，此乃剑法之极。好剑法！
小贼，今日我若败于你，剑宗从此不争华山掌门。一言为定。接我自创的风雷剑法！嗨！师兄，师兄，罢了。风某技不如人，从此不再赖在华山。师兄，令狐仙指，剑法高明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咱们后会有期。令狐冲少侠剑术高明，岳不群的武功和你相比相差太远，早该退位让贤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今日本该知难而退，只是已经得罪了贵派，恐怕日后会后患无穷。现在必须得斩草除根了。冲儿，快，挑了他们的手筋脚筋，我们可以慢慢拷问他们。冲儿，快撤！师父，嘘，别出声，冲儿，让为师来帮你疏导一下你体内纷乱的真气。冲儿，那15个蒙面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啊？弟子不知。师父，你是怀疑我故意放走他们？昨晚力战到现在，弟子仍是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。冲儿，昨夜你所使的精妙剑法，是从何学来的？今日之后，
华山派的任何人都不会再看到我。师父是娘恕罪，弟子答应过这位前辈，关于他的事儿，一个字也不能提。就算对你二老，也不能提。武林前辈原有很多忌讳，人之常情。大师兄，你所使的剑法，莫非就是我林家的辟邪剑谱？林师弟，你想什么呢？辟邪剑谱我从未见过，更不知道它藏在哪儿啊！你们都怀疑我，小师妹，连你也怀疑我。大师兄，我原来我令狐冲在你们心里就是这么个卑鄙小人。冲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的为人为师我最清楚。你们怎么可以随意的猜测他呢？山儿，师傅，既然已经下山，待我取到辟邪剑谱之后，跟大师兄的剑法相印证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风不平败在冲儿手中，应该也不会再来生事。嵩山一行也没有必要了。好，就按平之说的，我们就去福建。一来可以取回镇南兄的遗物，二来也可以证实冲儿的清白。冯不平他们几个就这么灰溜溜的跑了？你跟我讲他们武功高强，稳操胜券，简直是一群废物！师兄息怒，陆师兄他们此次也不是一事无成。师兄，请看，这就是紫霞秘籍。有了它，以后对付岳不群就简单多了。陆师兄说，令狐冲以从未见过的精妙剑法击败了风不平和从不弃，还有那岳不群，带领着华山派所有弟子正赶往福州。好，那就说明他去拿辟邪剑谱了。
原来二师弟是奉了师父之命监视我，想不到我以自己性命拼死相救，陆师娘却始终都在怀疑我。令狐冲啊，令狐冲，你留在此地还有意义吗？不是显得我做贼心虚了吗？等我拿到辟邪剑法，证明我的清白，再走也不迟吗？诛仙阵，这里有一处我岳家曾经大出风头之所在，因此此处不得不去。我知道，是昔年岳飞将军大破金兵之地。大师兄，你不去吗？我没力气，你们去吧。好吧，那我回来时打几斤好酒给你。我们走吧。好，走走。不知莹莹怎么样？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原来老婆婆都可以长得这么美。我说你可真够不嫌海臊的，你连做我妹妹我都嫌你小，你还非得喜欢别人叫你婆婆。放肆，没大没小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现在的状况，神仙也难救了。还未请教婆婆芳名。我叫任盈盈。请问华山派的令狐少侠可在船上吗？正是在下。啊，拿过来。哎，好。小心点，看脚底啊！慢着点。壁上得知少侠身体欠安，甚是挂念。特意飞鸽传书，令在下备一些薄礼。来，请少侠长收。在下与洪修素不相识，如此厚礼，担待不起啊。少侠福泽深厚，定可早日康复。请多多保重。
好酒。闻这酒气，我就知道是藏了62年的三锅头汾酒。前辈若不嫌弃，一起来喝点儿。哎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怎敢刀兄美酒？不喝，不喝。哎，四海之内结兄弟，前辈不用客气。来，那就喝点儿。怎么想跑？本座封了你的武功，你就不要再动歪念头。你功力如此强横，还要辟邪剑谱干什么？哼，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是同宗同源，宝典是上部，剑谱是下部，合二为一，才是天下无敌的神功。